透过日本的消息来看社会新闻，新北市芦洲昨暝有庆生一台小客车，因为拒绝接受临检，这警方沿路绕到成路大桥，这台小客车直接进入去这个机车道，去下着一台乌多摆，佮险险啊去弄到远景。警方为伊的倒边后链连开3枪，这个驾驶最后伫南口车弹的做移走，这个驾驶有可能是通缉犯，警方伫加强追查。不要停后面就好。 晚间伫巡逻的时阵，发现可疑的车辆碍于瓦边停车，想要到驾驶大油门，车过双黄线，拒绝临检来逃走，双方开始走小招。警方实际路捉到成路大桥，当时过来台车来等青红灯，黑色的小客车为机车道直接将客入去，下弄一台机车。警方看到这个状况，直接开枪。 晚间对倒边的后链来开枪，这个人就起嚟，想要到嫌犯，也是紧急倒关，想要逃走。因为停在红绿灯嘛，很多警察在围嘛，所以听到枪声啊，我们也不敢看。很怕。像什么样的声音？哦，亮2声而已。未输是咧播电影，民众看到这个状况，拢惊甲讲起。昨8点外，新北市芦洲警察和歹徒相招。 当时晚间伫三民路抓着一台可疑的黑色小客车，对方拒绝临检逃走。晚间一路走到成路大桥，嫌犯先下弄机车，搁差一点弄着警察。警方随开3枪来反击，小客车倒边的后链着枪，为把你往南口的方向逃走，最后将车弹嘞做移走。该车辆拒检逃逸冲撞远警，又于五股区成庐桥端远警拦截围捕时，该车冲撞前方民众车辆。 远景朝起轮胎涉及伤发逃逸。警方锁定驾驶身份，敢若是通缉犯。不过车不是伊的，车主当咧封关，抹掉相关的监视器，要掠嫌犯。规段惊险的过程，好佳在拢无无辜的民众受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